各位親愛嘅老友記，大家好。你尋晚瞓得好唔好？你有冇試過明明瞓咗成晚，但係朝頭早起身嗰陣，覺得仲攰過未瞓，好似成晚都冇真正休息過咁？你有冇試過晚晚都發夢，夢見一啲好奇怪嘅嘢，夢見已故嘅親人，夢見以前住過嘅舊屋，夢見一啲你根本冇諗過嘅畫面？第二日起身仲記得清清楚楚，好似真係經歷過一樣。但係你有冇試過，有時一覺瞓到天光中間，好似乜夢都冇醒，嗰陣覺得精神爽利，以為自己睡眠質素好好？如果你有以上嘅情況，今日呢條片你一定要睇到尾，因為我會話俾你知一個你可能從來冇諗過嘅真相。你以為冇夢到天光係好眠，但其實可能恰恰相反。地藏經同其他佛經對呢個問題有非常詳細嘅解釋。你而家可以喺留言區講低，你平時係晚晚發夢嗰種人，定係一夜無夢嗰種人？寫低佢，等你自己記住，因為聽完呢條片，你可能會對自己嘅夢境有一個全新嘅理解。我早前請教一位隱修多年嘅老法師，我問佢：師父，點解有啲人晚晚發夢，有啲人一覺瞓到天光？到底邊種先係好？法師望住我，講咗一句說話：你以為冇夢係好眠？你知唔知真正業力清淨嘅人係唔會發夢㗎？但係唔會發夢同你瞓到天光冇夢中間有一條好幼好幼嘅線，一個係清淨，一個係麻木。你瞓到冇夢唔一定係好，可能係你嘅業力已經重到連夢都發唔出。我聽完即刻打個突，原來發夢同唔發夢唔係睡眠質素咁簡單，而係關乎到你嘅業力輕重，關乎到你嘅心識清淨與否。如你都對呢個話題有興趣，今日呢條片我會用佛經嘅智慧逐層同你拆解。不過喺開始之前，我想你幫手做一件事，搞一下嗰個訂閱掣，第播嘅，因為等陣我會講地藏經入面嘅3個重要開示，同埋點樣分辨你嘅夢境係業力清淨定係業障深重，仲會講到點樣可以透過修行令自己嘅夢境越嚟越清淨。你唔想錯過任何一個重點，就入嗰個訂閱，打開小鈴鐺。好，講返法師同我講嘅一個真人真事。法師話佢幾十年前喺香港一間廟宇掛單嗰陣，遇過一位老人家，我哋叫佢做陳伯。陳伯嗰陣大概70歲，退休咗幾年，本來以為退休之後可以享清福，點知反而開始出問題，最大嘅問題就係瞓覺。陳伯話佢後生嗰陣從來唔記得自己會發夢，每晚都一覺瞓到天光，以為自己睡眠質素好好。但係退休之後，佢開始晚晚發夢，夢見一啲好奇怪嘅嘢。佢夢見自己翻去以前住過嘅舊唐樓，樓梯轉角嗰盞黃燈永遠都係閃下閃下，但係佢行極都行唔到上自己嗰層。佢夢見自己喺街市買餸，但係俾錢嗰陣發現自己冇帶銀包。佢夢見以前一齊做過嘢嘅老伙計，但係對方嘅樣好模糊，點都睇唔清楚。最令佢困擾嘅係佢成日夢見自己過身咗嘅老婆。陳伯嘅老婆走咗10年，佢一直都好掛住佢，但係每一次夢見老婆，
老婆都係愁眉苦臉嘅，唔笑唔講嘢，淨係望住佢。陳伯每次醒咗個心都翳住翳住，成日都覺得自己冇好好送走老婆。佢同嗰啲街坊講，街坊話發夢啫，邊個唔發夢㗎？你睇開啲啦。佢去睇醫生，醫生話老人家瞓覺質素差好正常，你試下早啲瞓，唔好飲濃茶啦。但係陳伯自己知自己事，佢覺得呢啲夢唔係普通發夢咁簡單。佢覺得老婆好似有嘢想同佢講，但係佢聽唔到。如果呢，又或者你屋企嘅長輩都有類似嘅經歷，你繼續聽落去就會明白呢啲夢背後嘅真正意思。有一日，陳伯經過廟宇，見到有法師喺度講經，佢行入去聽到法師講緊地藏經。法師讀咗一段經文，陳伯一聽成個人呆咗。法師讀嘅係見人燒求事世，吸爆佢嘅涼茶，喝望未見咗鬼神來指珠演，喝悲喝啼，喝醜喝貪，喝窮喝暴，持嘅是醫生十生百生千生，過住父母男女地妹，夫妻眷屬，再如惡處未得出嚟，無處希望復力照白，當救數事國有，使作方便，遠離惡道。法師用粵語解釋，如果你夢見已故嘅人，佢哋嘅樣係悲傷嘅、喊嘅、憂愁嘅、恐懼嘅，呢啲都唔係巧合，佢哋係你過去生嘅父母、兄弟姊妹、夫妻眷屬，因為墮入惡道，受苦好耐，想揾你幫手，希望你可以做功德回向俾佢哋，等佢哋可以脫離惡道。陳伯聽到呢度，眼淚即刻流咗出嚟。佢終於明白點解老婆10年嚟成日入佢夢，點解老婆每一次都係愁眉苦臉。原來老婆唔係無端端出現，而係佢喺嗰邊過得唔好，想求陳伯幫佢。呢個位好重要，你記住佢。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人成日夢見已故嘅親人，夢中佢哋嘅樣係唔開心嘅，呢個唔係巧合，而係佢哋真係有求於你。陳伯聽完法師講解之後，開始日日誦地藏經，將功德回向俾老婆。第1個月，佢仍然有夢見老婆，但係老婆嘅樣開始冇咁愁。第2個月，佢夢見老婆對住佢笑。第3個月，佢開始唔再夢見老婆。陳伯話佢終於覺得自己可以放低。原來真正嘅放低唔係逼自己唔好諗，而係做翻啲嘢幫對方真正離開痛苦。講到呢度，如果你身邊有人成日夢見已故嘅親人，你可以而家就分享呢條片俾佢，因為可能佢一直都唔知呢啲夢背後嘅真正意思。好，講完陳伯嘅故事，我哋正式進入今日嘅核心內容。地藏經對夢境嘅開示主要有3個層面，我會逐一同你拆解。第1個層面就係我頭先講嘅夢見已故嘅親人。地藏經嘅原文係咁樣講嘅：若未來世諸眾生等或夢或寐見人燒求事世，吸爆嘅涼茶，見遭國體，或醜或貪，或窮或暴，持知實醫生，事心敗生千生，過住父母男女弟妹，夫妻眷屬，在於惡趣未得出嚟，無處希望福力救拔，當告宿世骨肉，使作方便，遠離惡道。我用最簡單嘅廣東話同大家解釋一次。佛陀話未來世嘅眾生，即係我哋，如果喺夢入面見到鬼神，見到各種形象，佢哋嘅樣可能係悲傷嘅、喊緊嘅、憂愁嘅、嘆氣嘅、恐懼嘅，
驚慌嘅。呢啲係咩人？佢哋唔係無端端出現嘅，佢哋係你過去一生、十生、百生、千生嘅父母、兄弟姊妹、夫妻眷屬。佢哋而家喺邊度？佛陀話佢哋在於惡趣未得出嚟，佢哋墮入咗惡道，即係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受苦好耐，一直都出唔返嚟。佢哋無處希望福力救拔，佢哋揾唔到任何方法可以幫助自己脫離痛苦，唯一嘅希望就係陽上嘅親人，即係你可以幫佢哋做功德。所以佢哋當告縮細骨肉，佢哋會用託夢嘅方式通知佢哋嘅親人，使作方便，遠離惡道。希望你可以用方便法門幫佢哋脫離惡道。呢段經文有兩個重點，你一定要記住。第一個重點，夢見已故親人，係佢哋主動嚟揾你，唔係你日有所思夜有所夢，而係佢哋喺嗰邊真係有需要。佢哋可能已經等咗好耐，等到一個你可以接收到佢哋信息嘅機會。第二個重點，佢哋嘅樣係唔開心嘅。如果你夢見已故嘅親人，佢哋係笑嘅、開心嘅、安詳嘅，咁可能佢哋只係返嚟睇下你，呢個係另一種情況。但係如果你夢見佢哋係喊嘅、愁嘅、恐懼嘅，呢個就係佢哋嚟求救嘅信號。如果你聽到呢度，即刻諗起自己曾經夢見過已故嘅親人，而佢哋嘅樣係唔開心嘅，你而家可以做一件事，稿一下收藏，因為等陣我會教大家點樣幫佢哋。呢啲方法你將來一定用得着。咁點樣幫佢哋？地藏經話使作方便，遠離惡道。即係你可以透過誦經、念佛、做功德，將呢份功德回向俾佢哋，幫助佢哋脫離惡道。最簡單嘅方法就係誦地藏經回向。如果唔識誦，淨係念佛號，將功德回向俾佢哋，都已經有幫助。最緊要嘅係你嘅心，你誠心誠意咁做，對方係收到嘅。陳伯嘅故事就係最好嘅例子。佢誦經回向之後，老婆嘅夢境由愁變笑，最後消失。呢個唔係巧合，而係真實嘅感應。好，講完夢見親人，我哋嚟講第二個層面，噩夢連連。地藏經第6品有一段好重要嘅經文係咁樣講嘅：若未來世有男子女人，要少後世世，他波嘅陽力，朝思甚醜世，或異夢惡鬼，乃接家遷，或搖弦鬥，或多矮言味，共貴神友，日若睡心，賺富人家，眠中叫苦，慘淒不樂者，此皆是業道輪對未定輕重。呢段經文嘅意思係咁嘅：如果有人長期臥病在床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夜晚發夢，夢見惡鬼，夢見已故嘅親人，夢見自己行緊危險嘅道路，成日俾鬼壓，同鬼神一齊遊蕩，日子耐咗，身體越嚟越差，瞓覺嗰陣會叫苦，神情慘淡唔開心。佛陀話呢啲全部都係業道輪對。咩叫業道輪對？簡單講，就係你嘅業力正在清算，你嘅冤親債主正在討債。呢個唔係普通嘅噩夢，而係你嘅業力種子喺你意識最薄弱嘅時候浮現出嚟俾你睇。你可能會問，點解會咁？因為你清醒嘅時候，意識能量大，可以控制住你阿拉爺識入面嘅業力種子，佢哋唔容易走出嚟。但係瞓覺嘅時候，意識嘅控制力減弱，呢啲種子就會自然現行變成夢境。
呢個位你要留心聽，因為接落嚟我會講3種唔同嘅噩夢，你可以對照一下自己屬於邊一種。第一種叫做業力夢，呢種夢嘅特徵係夢境好真實，重複出現，內容通常係俾人追殺、跌落懸崖、被困住、見到恐怖嘅景象。醒咗之後個心仲係好驚，好耐都平復唔到。如果你成日發呢種夢，呢個就係業力清算嘅信號。第二種叫做生理夢，呢種夢嘅成因係身體有問題，例如心臟唔好嘅人可能會夢見自己跌落懸崖，呼吸有問題嘅人可能會夢見自己唞唔到氣。呢種夢嘅特徵係夢境同你嘅身體狀況有關，而且通常睇醫生之後會改善。第三種叫做日有所思夢，呢種夢最常見就係日頭諗得太多，夜晚發夢。例如你日頭諗緊工作，夜晚就夢見自己仲喺公司；你日頭同人嘈交，夜晚就夢見自己同人鬧交。呢種夢嘅特徵係內容同你日頭嘅經歷有關，而且醒咗之後通常會覺得無聊。3種噩夢入面最需要留意嘅係第一種業力夢。如果你成日發同一類噩夢，夢境好真實，醒咗個心仲係好驚，呢個就係業力夢嘅特徵，千祈唔好當普通發夢就算。咁點樣化解業力夢方法？同之前一樣，誦經、念佛、做功德，回向俾你嘅冤親債主，同時要反省自己嘅言行，有冇做過傷害人嘅事？有嘅話要懺悔改過。呢度我要提一提你，如果你成日發噩夢，唔好隨便去揾啲解夢嘅嘢嚟睇，因為坊間好多解夢嘅說法都係民間傳說，冇佛經根據，睇得多反而會令你更加驚慌。最穩陣嘅做法就係跟住佛經嘅教導，老老實實咁修行好。講完噩夢，我哋講翻啲開心嘅善夢。除咗地藏經，另一部佛經《佛說法菩提心破諸魔經》入面，佛陀講過一段好重要嘅說話。原文係咁嘅：若人夢中見4種相者，皆是最上吉祥勝相。何等為4一者？白蓮華、羿借拜傘蓋；3者月輪；4者伏相、計松，仲有寶衝。夢中若見蓮華相結拜傘蓋嘅子相，或見清正大月輪，夢者當獲最上利。佛陀話，如果一個人在夢中見到4種相，就係最上吉祥嘅徵兆。邊4種？第一，白蓮花；第二，白傘蓋；第3，月亮；第4，佛像。點解呢4種相係吉祥？白蓮花代表清淨，出淤泥而不染；白傘蓋代表保護，遮陰眾生；月亮代表圓滿清淨光明；佛像代表仙金，與佛有緣。如果你夢見呢4種相，恭喜你，呢個係你業力清淨、福報增長嘅證明。你嘅阿賴耶識入面，善嘅種子正在現行，好過惡嘅種子。除咗呢4種，仲有咩夢係好夢呢？一般嚟講，夢見光明、夢見自己飛翔、夢見花園、夢見清淨嘅水、夢見開心嘅畫面，呢啲都係善種子現行，代表你過嚟嘅呢個內心狀態係偏向光明嘅。如果你曾經夢見呢啲吉祥嘅景象，你係有福氣嘅人，你可以喺留言區打4個字：感恩佛菩薩為自己種低一份善根。咁點解有啲人會發善夢，有啲人會發惡夢？呢個就關乎你平時嘅心念同行為。你平時
多行善，多存善念，你嘅阿賴耶識入面就儲存多啲善嘅種子，瞓覺嗰陣自然就浮現善夢。相反，你平時多作惡，多存惡念，你嘅阿賴耶識入面就儲存多啲惡嘅種子，瞓覺嗰陣自然就浮現惡夢。夢境就係你嘅業力報告卡，你唔使等死後先去睇功過簿，你每晚發嘅夢已經話俾你知，你嘅業力係輕定重。好，講完3種夢境，我哋入到今日最核心嘅部分，夢究竟係點嚟嘅？佛法對呢個問題有一個非常清晰嘅解釋，就係阿賴耶識種子現行啦。咩叫阿賴耶識？我用一個最簡單嘅比喻同你講，每一個人嘅心識入面都有一個倉庫，叫做阿賴耶識。呢個倉庫好大，大到你冇辦法想象，佢儲存咗你由無始劫以嚟所有嘅業力種子，有善嘅，有惡嘅，有好嘅，有壞嘅，你每一世做過嘅每一件事，講過嘅每一句說話，起過嘅每一個念頭，全部都會變成一粒種子，儲存喺呢個倉庫入面。清醒嘅時候，你嘅意識能量好大，可以控制住呢啲種子，佢哋唔容易走出嚟。但係瞓覺嘅時候，你嘅意識放鬆咗，控制力減弱咗，呢啲種子就會自然浮現，變成夢境。呢個就係夢嘅由來。淨空法師曾經講過，連夜晚作夢，呢個夢笑口噬噬，他包個涼茶，呢個夢都是要種咋。阿賴耶種子就係夢中至嚟嘅，所以你嘅夢要微夢，要惡夢。微夢是阿賴耶嘅善業，惡夢是阿賴耶嘅惡業，種子現行。呢個解釋好重要，你記住佢。你嘅夢境就係你業力種子嘅放電影。你平時儲存咗咩種子，瞓覺嗰陣就播咩畫面。咁點解有啲人記得夢，有啲人唔記得？記得夢嘅人可能係因為種子浮現得比較強烈，或者你嘅覺知力比較敏銳，意識到夢境嘅內容。唔記得夢嘅人可能係因為種子浮現得比較微弱，或者你嘅覺知力比較遲鈍，冇捕捉到夢境嘅內容。但係要留意一點，唔記得唔代表冇發夢。每一個人每一晚都會發夢，只係你記唔記得嘅分別。你以為自己冇夢到天光，其實只係你唔記得自己發過夢。咁冇夢到天光到底好定唔好？呢個要分2種情況。第一種情況，你嘅阿賴耶識入面嘅業力種子已經清淨，唔再起現行，所以你瞓覺嘅時候心係清靜靜嘅，冇夢。呢個係修行人嘅境界。楞嚴經話：彼善男子修三摩提，想陰盡者，是人平常夢想消滅，無未行一。即係話，當一個人嘅妄想執着清除乾淨，就會夢想消滅，唔會再亂發夢。清醒同瞓覺嘅狀態係一致嘅，心清清靜靜。第二種情況，你嘅業力太重，種子已經麻木咗，連浮現嘅能力都冇。呢個唔係好面，而係業障覆心。你嘅心識被業力覆蓋住，連種子都唔識起現行。呢種情況反而比發惡夢更加令人擔心，因為你連自己嘅業力狀況都感應唔到，所以你會明白真正嘅冇夢係修行清淨之後嘅結果，而唔係一開始就冇夢。另外有啲人會擔心，我發夢嗰陣做咗壞事，係咪算造業？呢個問題
大般若經有講過，舍利子問佛頭，夢中造業有增益不？即係夢中做咗壞事，算唔算造業？佛陀回答：非於夢中所走，諸業能有增減，要自覺時益，想分別夢中所走，乃有增益或有損減。意思係話夢中造業本身唔會增加或減少業力，但係你醒咗之後，如果憶想分別，即係回味執着認同夢中嘅行為，咁就會有業力。簡單講，發夢本身冇事，但你執着嗰個夢就有事。你發完夢醒咗，就由佢唔好諗咁多，唔好回味，唔好覺得我喺夢中殺咗人係咪好大罪。你越執着，業力就越重，你放低佢就冇事。好，講完咗佛經嘅解釋，我哋翻去陳伯嘅故事。陳伯開始誦地藏經之後，佢嘅夢境慢慢起咗變化。頭一個月，佢仍然有夢見老婆，但係老婆嘅樣開始冇咁愁，由喊變做冇表情，再由冇表情變做微笑。第二個月，佢夢見老婆着住一套好靚嘅衫，對住佢笑，仲同佢講咗一句：我走啦，你好好保重。陳伯醒咗之後，雖然有啲唔捨得，但係佢覺得個心鬆咗好多。第三個月開始，佢唔再夢見老婆，取而代之嘅係一啲好平靜、好安詳嘅夢。佢夢見自己喺一個好大嘅花園入面散步，陽光溫暖，空氣清新。佢夢見一片好清淨嘅湖水，水平如鏡，望住覺得好舒服。陳伯話佢終於明白，原來真正嘅放低唔係逼自己唔好諗，而係做翻啲嘢幫對方真正離開痛苦。佢老婆走咗10年，佢掛住咗10年，但係佢從來冇做過任何嘢去幫助老婆。佢只係一味咁思念，一味咁唔捨得。呢種思念同唔捨得，其實對老婆係一種束縛。當佢開始誦經回向，佢先至真正咁將老婆放生。佢話：原來我以前嘅掛住只係自己嘅執着，真正嘅愛係要幫對方解脫，而唔係將對方綁喺自己嘅思念入面。陳伯後嚟成日同人講：你睇下你嘅夢，就知你嘅業力係點。我以前晚晚發惡夢，因為我嘅心充滿咗掛住同唔捨得。而家我嘅夢清淨晒啊，因為我嘅心都清淨晒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知，夢境唔係偶然嘅事，而係你內心狀態嘅直接反應。你嘅夢境清淨，你嘅心就清淨；你嘅夢境混亂，你嘅心就混亂。好，今日成集片講咗好多，我幫大家總結翻幾個重點。第一，夢見已故親人，而且佢哋嘅樣係悲傷、喊、憂愁、恐懼嘅，呢個係佢哋嚟求救嘅信號。你可以透過誦經念佛回向，幫佢哋脫離惡道。第二，成日發惡夢，夢見惡鬼、危險道路、被鬼壓，呢啲係業力清算嘅信號，你要警醒修行，懺悔改過。第三，夢見白蓮花、白傘蓋、月亮佛像，呢啲係善夢，代表你業力清淨，福報增長，你要格佢保持。第四，夢境嘅來源係你阿賴耶識入面嘅業力種子喺你瞓覺嗰陣自然現行呢。你嘅夢境就係你嘅業力報告卡。第五，真正嘅冇夢係修行清淨之後嘅結果，夢想消滅，禍未行一。如果你而家仲係晚晚發夢，唔使驚，呢個係正常嘅過程。你只需要好好修行，夢境
自然會越嚟越清靜。如果你聽到呢度覺得有啲啟發，今晚瞓覺之前可以試下做一件事，喺心入面同自己講：我今晚嘅夢會俾我知道我嘅業力狀況，無論發咩夢，我都會保持平靜，唔執着。呢個簡單嘅意念可能會令你嘅夢境出現唔同嘅變化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呢集內容有幫助，唔該幫手做幾件事。第一，留言講一句我明白，為自己嘅修行種低一份善根。第二，分享呢條片俾身邊成日發惡夢、成日夢見已故親人嘅朋友，等佢哋都知道呢啲夢背後嘅真正意思。第三，收藏呢條片，第二日如果又夢見已故親人，可以攞出嚟聽多一次，提醒自己應該點樣做。如果你頭先未撳訂閱，而家仲可以補返，因為我哋之後仲會不斷更新呢啲佛經智慧，唔想你錯過任何一集。下一集我會同大家講點樣透過日常嘅修行，慢慢令自己嘅夢境由惡夢變成善夢，再由善夢去到無夢嘅清淨境界。呢一集嘅內容可能會令你重新審視自己每一晚嘅睡眠，所以千祈唔好錯過。你嘅每一個關注，每一次分享，都係為你自己種低一份善根。我哋下一集再見。南無阿彌陀佛。